各位兄弟，大家平安。拄啊看圣看哦，毋是听吼。妇女团契学落了后，你有想要拍扑克，请举手。对啊。真多吼，真多因比的我看有，但是耶和华安怎比？你有看到无？耶和华安怎比？你知无？你起来，我头比互大家看耶和华哦，来，安怎比？耶主吼主，过来，火都滑下来啊你啦，花，所以花就是飞花啊，我请坐哈。所以，我拄啊第一摆时阵看因讲奇怪，因为其他比的咱拢小可看有欧罗、上帝。吼，其他顶遮咱看因迄个手势看会出来。第一摆看迄个耶和华吼，看到怪怪。毋知影讲因是用专有名词吼，用专有名词的方法，还是讲用什么款迄落？所以第二摆我特别注意到，发现讲原来迄个河吼是淡水河迄个河，按顶头流落来，是毋是即款意思？河啊，什么花吼？所以伫欧罗的中间，咱毋若干那用诗歌。咱嘛用咱规个身体，用咱的动作来学罗上帝。感谢上帝，今仔日因为接近3月初8，所以伫咱的正教会中间，咱用妇女主日特别大家做阵来学习两性三角斗阵，迄个听的功课到底是啥物？特别点伫即个世界。咱人看到的查某三角斗阵，咱定定来讲，到底疼是啥物？疼是啥物？有一个3岁查某囡仔，伊的妈妈甲教，即个查某囡仔学甲少会晓。我发现有一寡囡仔就亲像安尼，伊妈妈甲讲吼，人若要翕相的时阵，你马上就爱笑吼。你若看到人摕卡米拉对你就爱笑。所以即个查某囡仔，人发现哦，这里啊波波。无论伊甲别人咧佚佗咧耍，安怎生气，安怎无欢喜，若看到人摕卡面拿起来，马上就笑安尼哦。pose 摆就足好势，你会看到迄款的哦，有个人反应足紧的。有一天来主日学来甲拜堂啊，囡仔拢入来啊，但是伊敢若徛喺门口安尼啦尔，定定咧头壳看顶头吼，主日学老师就甲讲，你哪会无爱入来？伊讲吼，因为迄阵啊，迄天拄好落西北雨。落西北雨有弹雷，还有啥？还有水呐！吼，伊踮咧拜堂内面看到水呐，伊就紧走去外口。头壳就顶头，就踮咧笑。老师讲你咧创啥？伊讲上帝咧翕相啊，所以你爱笑。其实来礼拜堂吼，咱每一个兄弟姊妹拢都爱有即个3岁囡仔的心情。你来到遮，就是望吼上帝咧看我嘛，对无？那如果上帝无看我踮咧遮要创啥物？咱讲我踮咧厝的上帝嘛会看，我特别来甲圣殿，上帝特别咧看我啊。所以耶稣讲，当咱要敬拜时阵，是用心灵甲诚实。用心灵的意思，就是讲，即个上帝虽然你目睭看袂到，但是你的心要甲伊相拄。用诚实的意思是啥？是你伫伊的面前无法度暗藏。伫上帝面前嘛，毋免暗藏，因为伊心里拢知啊。伊知影咱即马会欢喜，知影咱即马会苦楚，伊知影咱即马伫看路的是啥物？下晡2点要表演的节目，迄囡仔吼，买彩排咯安怎吼？下晡2点，咱有一个庆祝会，也是讲伊知影咱即个时阵，所以毋免讲因为来到上帝面前要敬拜伊，咱就变做真敬虔。迄个敬虔是含咱所有的诚实结连到阵的啦。当咱来上帝面前的时候，咱会讲将每一项代志拢摆列伫伊的头前。咱感谢上帝，照伊所定着的日子，互咱来敬拜伊。今仔日咱称作妇女主日，就是要特别通过女性的经验来明白上帝，通过妇女的经验来更较深明白上帝的疼。圣经中间有不止啊侪的妇女，遮的妇女中间有几落个是外国人就是非犹太人。今仔日咱所看即个罗德，就是中间的一个
圣经写甲真清楚，伊是摩押的人，是外国人。咱对即中间三角来学习，听到底是甚物？听到底是甚物？伫咱的四周围有足侪文章、足侪讲法、足侪解释，甲咱讲爱是什么？那年纪，咱这年纪较早30多年前，捌听过一个唱歌的先生，叫做刘文正、老文正。咱毋知会记伊吼，这刘文正唱的流行歌拢真好听。中间有一首歌，伊讲叫做《爱像什么》。爱像什么？哈，爱像什么？迄首歌在甲咱讲爱像什么？伊第一句讲爱像星期天的早晨。爱像什么？爱像星期天的早晨。会记得无？我本来想要请正妹吼弹一摆，咱来唱吼，毋过歌词无出来。伊迄首歌咧讲听亲像什么？第一句就讲听亲像礼拜日的早起时啦。迄个时阵吼，一礼拜工作6天，干那休礼拜早起，所以礼拜早起会当困甲自然醒哦。咱基督徒当然嘛，讲早起来敬拜上帝，是讲吼听亲像礼拜日的早起时，迄个时阵你同轻松，其实对咱来讲嘛同款。对基督徒来讲，听亲像礼拜日早起时，因为礼拜日早起，咱来甲上帝面前，用即款的心情来甲上帝面前。咱阁会记得有真侪提醒讲听是甚物？在家庭内面，甲咱提醒讲听，就是甲菜食好完，爱就是把菜吃光光，对不？太太煮的菜，妈妈煮的菜，查某囝煮的菜，新妇煮的菜，咱甲食好完，迄是上水伫家庭中间表达你的听。即句话有提醒我呢，因为我习惯无好，常常找理由、找借口讲这便当伤大个，是安怎？所以我去总会这8年来学习一个功课，就逐摆开会食便当，我拢努力甲伊食好完，吼，努力甲食完。什么叫食好完呢？因为当时咱也感觉伊较咸，有诶感觉安怎？但是我看其他诶牧师长咯，人去开会食便当，拢用去食好完。为什么我定定会剩？所以我这7、8年来，我学习这个功课，听就是甲便当食好完，吼，食好清气安尼，吼，互备班诶人袂感觉讲。我传的是毋是无合理的口味吼？安奈今仔日叫的便当，你哪会食会剩起来？所以有一段时间，咱讲听是甚物？听就是替晚归的人留一盏灯。毋是讲咱一转来吼，咱就电火拢甲禁掉，因为咱知影个有一个人还袂转来，所以客厅的一个电火吼，碎拍电火甲留掉，吼，我知影讲有人咧等伊。这拢是咧甲咱讲听到底是甚物？有一个老师，咱真侪人看过伊的册 ，C.S. Lewis， 伊是英国人哦，毋是英国人，伊是北爱尔兰的人。爱尔兰、威尔斯，因拢无讲因是英国人。你若讲因英国人，因会足生气吼。伊是北爱尔兰，伊来读牛津大学，尾毕业了后，未毕业的时阵，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欧战，伊嘛捌去做过兵。转来了后，毕业摕到博士，26岁就踮咧牛津做教授，伊是1898年出世，所以1924年就踮咧牛津大学做教授。C.S. Lewis， 这个人你若知影伊，你就目睭会金；你若毋知影伊，我敢若讲一项。伫咧几年前，台湾有甲翻译伊的一套册，7本的册，叫做《纳尼亚传奇》。纳尼亚传奇7本，这要互囡仔看的册。你若想讲安尼即个教授，阮当时拢咧写童书吼，写囡仔册，毋是？伊是一个文学家，是一个哲学教授，是一个神学家。基督教20世纪中间同伟大的佛教的神学家，伊是中间的一个排前3名。C.S. Lewis 排前3名，1963年就过身吼，60外岁就过身。1963吼，1898到1963，牛津。牛津大学啦吼，伫英国剑桥甲牛津，牛津大学已经几落百年啊，票选讲历史中间同伟大的100个校友，伊是排前10名吼，伊排前10名。你就知影这 C.S. Lewis， 伊写即个《纳尼亚传奇》互囡仔看，为什么？伊无结婚，
二次世界大战到上落尾1943、44的时阵，德国军来轰炸伦敦，对吧？吼，轰炸啊！伦敦死真侪人，足侪孤儿，政府就甲因分送去庄卡，送去庄卡，所以庄卡遮个家庭就欢喜接待遮个囡仔。C.S. 路易斯无结婚，但是伊接待4个囡仔，就是咧接待迄个过程吼，1945、44、45迄阵接待中间，才发现讲，我写的物件，我讲的故事，遮囡仔拢听无，所以开始写，互即几个囡仔听有的故事。所以，伊就要讲互因听，故事讲互因听，到战争结束了，1950伊开始写，总共写6年啊，甲7本册写了吼。纳尼亚传奇就是安尼出来。伊有另外一本册伫1960年写，叫做《4种爱》。咱有真侪人捌看过即个册吼。啊，若无你敢若看迄个抬头，伊咧讲有4款的疼，有4款的疼，4款的感情。4款的情分啦，吼，即款的疼。第一款的疼，伊叫 storge， 迄就是一款你有血缘的关系的亲情。我甲我的囡仔，还是讲无一定讲遮尔啊，我的囝是我的家族。踮伫个教会界，有当时啊，甲其他的教会兄弟姊妹，大家三甲斗阵，也是其他教会牧长三甲斗阵。啊，若会碰着迄款，有人就甲讲啊，哦，许牧师我也姓许呢。啊！你有听会出来，伊的口气是安怎？伊感觉伊姓苦啊，甲我即个姓苦的，敢若要连起来吼，敢若要连起来共款，就是即个关系。迄款的有当时啊，有一个血缘的关系，有一个亲情的关系哦。这就是伊咧讲第一款疼，伫咱的人类中间，咱的关系中间存在，对无？存在即款的亲情的疼。第二款的疼，伊点仔遐咧讲一个 philia， 就是亲像一款的朋友。即款的朋友的疼。是有共同的兴趣、共同的关怀。有当时啊，可能是你对细汉开始就大家三甲斗阵，所以当互相提醒，这是一款的友情。大家三甲斗阵，做阵做一项代志。伫教会内面嘛有即款的友情，伫个咱的公司内面嘛有即款的友情。所以咱踮咧公司中间有一寡社团会走出来，踮咧好有社团，公司嘛有社团，因为兴趣共会走出来。伫教会嘛共款兴趣的人会三甲斗阵。有一段时间，人就会招讲，牧师，要来啉咖啡无？啊，就会听到边仔人讲，啊，伊无啉咖啡的啦吼，啊，这是冤枉吼，是敢若好的咖啡我拢啉吼，啊，但是毋是讲无啉咖啡吼，就是爱啉咖啡的会斗阵招吼，啊，有当时礼拜煞听到讲，倒一个人倒会搭开一个咖啡厅吼，啊，因就做阵招安遐去，好茶会做阵招来泡。爱徛铁马，做阵招；礼拜煞下晡，做阵来徛铁马。亲像即款的，拢有内面拢有友情伫的。大家三甲斗阵，共兴趣、共款会当互相激励。佫有一款的 ，C.S. 路易斯讲，这是一款的爱情 eros。即款的爱情是足深的，互相的吸引，互相的吸引。迄款吸引，甲友情的吸引无共啊！吼，咱真清楚会当分别。迄款爱情的吸引，就是即个人。我咧甲青年人讲，特别甲查甫的吼，甲男性讲，我讲吼，当你若已经有对象的时阵，你就爱有一段时间。我家己嘛学习了迄段时间，你都爱有一段时间，会互你的朋友讲你见色忘友。中文即句话意思是安怎？就是咧讲哦，我一定朋友3、5个三甲斗阵去，出去佚佗，结果有迄款吼，较看到水姑娘啊，就甲朋友放的，就去把妹吼，安尼吼，人就会讲，哎哟，你即个哦见色忘友，也是讲伫个朋友三甲斗阵面对困难挑战的时阵，若看到水姑娘啊，迄个人就讲好，袂要紧啊，煞吼，明明就欠咱一大堆，3个人拢要甲讨，干那你即个讲毋免吼，剩咧3个煞歹势甲讨安尼吼。你讲，你改念念讲，这叫见色忘友。但是我常常甲青年，特别是查甫的青年人讲，当你若开始咧交陪，你若真正想要甲这个姊妹三甲斗阵的时阵，有一段时间，你就必须要见色忘友，就敢若看到你这个女朋友，剩的你拢连朋友当时嘛都爱暂时小等一下吼，毋是叫你甲朋友拢袂记得去啦，但是迄段时间你要去经营迄个爱情啊，爱情爱经营。
毋是干那靠吸引咱尔，即个爱情内面中间一个真重要的元素，就是迄个吸引。无共款，查甫爱查某，查某爱查甫，迄个吸引力，迄个去经营，互迄个吸引力会当健康，会当正常，会当活泼出来。这就是 C.S. 路易斯来讲第三款的疼。即款的疼会一直存在啊。有人讲结婚了后，爱情就无去啊，其实嘛无影吼。我相信咱在座的确有一寡兄弟姊妹体会到，迄款的吸引还佫伫地，迄款的吸引还佫伫地。今年咱教会已经看到有4对要结婚，青年人。中间有人咧问讲，结婚了爱注意啥？我讲我嘛免啥，敢若提醒一项，阮当困共一顶床毋通讲7少年8少年都要困2个床架共一领棉被。我都会碰到人讲许哥爱同伊习惯足歹的呢，惊爱讲到时棉被扭来扭去，就爱去学习咯。迄个三角斗阵都爱去经营啊，三角斗阵都爱去经营。这个就是互相吸引的中间。我甲因讲万不得已，恁若真正一领棉被扭来扭去，无恁就囥2领。毋过要困以前2个手阮人看爱小摸一下，摸对方的手，小摸一下。然后知影看对方今仔日咧想啥物，因为台语咧讲牵手，你若摸对方的手，你应该会当知影对方的心情若有机会啦，无三角斗阵，迄款的吸引，这就是 C.S. 路易斯咧讲的第3款的疼。第4款的疼咧，伊所咧讲的是啥物？阿加佩。咱就知影，拄咱启用的哥林多前书13章。就是咧讲到迄款的疼，叫做阿加佩。即款的阿加佩已经是一款有一个老师甲翻译讲叫做温情。我感觉连温情嘛无法度充分表达。咱今仔日看的故事中间走出来，即款4个疼拢走出来的一个成分。会记得今仔日咱看的故事主角叫啥物无？罗德。伊的丈夫叫什么名？伊的丈夫无，伊第一个丈夫叫什么名？罗德。伊的丈夫是兄弟中间的第2个。来，咱先看这个，伊的大家叫做以利拿俄米大官，大官叫做以利米勒，以利米勒，大家叫做拿俄米。以利米勒甲拿俄米因走去摩押地，因为饥荒走去摩押地。去摩押地的时阵，因伫遐过几年，有2个囡仔，大汉囡仔叫做马伦，第2个囡仔叫做基连。马伦带一个摩押地的查某囡仔做太太，迄个查某囡仔叫做欧尼巴。然后基连带一个查某囡仔做太太，叫做罗德。你这个人甲伊夹斗阵，结婚了无偌久，以利米勒过身，这个爸爸过身，过10年，这2位囝儿甲因太太斗阵，犹原无生，这2个马伦甲基连嘛过身，所以欧尼巴甲罗德这2个外国人，甲因的大家就是以色列人。犹原三角大伫遐，咱故事是对遮开始。咱罗德儿童会记得的，就是这个大家真疼惜这2个新妇，看因还佫水，还佫少年，就请讲恁转去无要紧吼，我家己倒转来我的故乡。但是咱同会记得是罗德怎样对伊的大家讲你的上帝就是我的上帝，咱同会记得这项。今仔日咱所看的故事，拄甲迄4款的疼拢放到底。为什么安尼讲？第1款的亲情因有无？因有血缘的关系呢？摩押人是怎样来？咱若看创世纪19章，伫个索多玛去互灭掉的时阵，罗德会记吼？罗德甲伊的查某囝，甲伊的太太，因有走出来，走去伫山。2个姊妹就讲：哇！其他人拢无去看无查甫人。后摆咱要安怎传后代？
所以就从酒互爸爸啉，互罗德啉，叫第一暗爸爸呢啉到茫茫，毋知讲啥物人来就甲伊困。第二暗共款，就换妹妹，第一暗即第二暗妹妹。圣经安尼写讲，即个大查某囝伊生的后代就是摩押人。第二个查某囝生的后代叫做阿文。所以咱拢知影，咱咧圣经拢听过，看到即寡的族群。所以要讲起来远亲还是有关系啊。咱毋知是毋是即个关系，但是咱会当看到罗德和伊的大家拿俄米三甲斗阵的时阵，伊非常的疼即个大家。即款的疼，毋那敢若有迄款的亲情，也阁有迄款欢喜甲三甲之地服侍顺服的一个疼伫迄内面。今仔日咱所读的圣经咧讲因倒转来，欧尼巴大新妇伊就离开因，但是第二新妇罗德，佮含拿俄米最近倒转来甲伯利恒的所在，因是伯利恒的人，因是伯利恒的人，因倒转来即个所在。转来了后，两个寡妇要安怎生活？所以咱今仔日所看第2章第80即个所在，就是罗德。伊照迄阵仔例，一个寡妇，一个散车的人，当人收瓜的时阵，收麦仔的时阵，伊会当踮咧后壁捡。对以色列人的规定，当你收瓜麦仔过去，你行过去的路，你无个倒转来捡。你收瓜的中间，稳当加减会落去，一穗一穗安尼挂起来。但加减会落去的所在，你无个倒转来捡。后壁你就爱互。即个社区、即个部落中间，寡妇也好、孤儿也好、散车的人，因会当去捡遐个。这是以色列因所留落来真要紧的一个律例，大家拢安尼遵守。咱看到的是波阿斯伫咧看伊的卖园的时阵，特别有注意到即个外国的查某囡仔，所以伊就问工头讲：迄个人是甚物人？迄个查某囡仔是甚物查某囡仔？伫拢是犹太人的中间，一个摩押人，伊的轮廓、伊的身材，会互人就看到，这个查某囡仔甲其他无共款，所以波阿斯特别去注意到。当伊知影以后，咱看到第80开始，拄仔咧读的是，拄仔咧讲的是第5节，波阿斯问工头，所以当伊知影即个人了后，伊就甲罗德叫过来。咱会当看出波阿斯对伫罗德的一个尊重，的一个尊敬。咱今仔日咧讲，你若听到即款见证，亲像罗德即款的新妇，咱的确嘛会尊重伊。今仔日稳当下，但是咱知影伫2000年前，一个女性不过是干那即个家庭的一个妻用来定。对大部分人来讲，娶太太来是要帮衬伊，所以是一厝内代志甲繁罗好势。女性要得到尊重，非常无简单。但是咱拄仔所看的一个对话中间，咱会当看出波阿斯对伫罗德的一个尊重。C.S. Lewis 这个教授要甲咱提醒，咱定定伫历史顶头，咱期待妇女、期待女性安怎？讲伊着爱温柔，着爱顺服，着爱安怎？是咧，做查甫的，你敢有即款想法？你会期待安尼话？家长咯，你会期待袂？还是讲我嘛捌碰过迄款的？阮新店人还有一个甲阮即个工研的，伊的囝已经29岁，在交陪一个姊妹，交陪一个女的，咧交陪的时阵，即个囝足友好，拢会看爸爸妈妈，对无？拢会看爸爸妈妈意见。爸爸敢若讲一句话尔，爸爸敢若讲一句话，害即个囡仔因29岁就安尼若即若离啦，甚物安怎？即个查某囡仔没有，爸爸敢若讲一句话，讲即个查某囡仔不太听话意思其实伊是歹势讲不太顺服啦，意思讲可能有伤有家己的意见。哇！我想听着我就讲，哇！你即个囝仔遮友好爸爸你一个意见，着互伊安尼，敢若考虑讲是毋是爱甲伊切断安尼？敢若好亲像做男性的好亲像啦做男性拢会想讲，姊妹是毋是应该爱较温柔、较顺服？
但是咱若对伫即个所在看波阿斯对罗德的态度，咱就会当看出来，一个尊重、一个疼惜，会带出来女性的温柔甲顺服。男性来晓尊重，男性来晓疼惜，男性来晓看重的时阵，迄个女性的温柔、女性的特质，伊就会走出来。无论你是面对你的查某囝、牵手，还是你的妈妈，你会发现到，因为你愈尊重伊，你会发现到伊愈互你想要听伊，吼，你愈珍惜伊，你会愈发现讲啊，这个妇人人，这个女性实在是，互我足值得我听，足想要甲听安尼。波阿斯伫这个所在，互咱看到，咱拄啊看罗德记第2章第9节。波阿斯安怎甲伊讲？你着爱看因伫打路一区伫咧收割，你就缀因去。我敢无吩咐遐少年人吗？遐少年人毋通甲你摸哦。你若喙焦，你甚至会当去遐工人咧啉水的所在，伫食物件的所在，你会当去遐用。孤儿寡妇，特别是孤儿寡妇，因若出去的时阵，常常去互欺负，尤其是遐年轻的寡妇，你要踮咧后壁捡人遐袂细。你着爱小可较忍一下，有当时遐工人哦收割了后，还来甲你性骚扰，甲你摸一下，甲你安尼讲耍笑，你嘛着爱吞忍，啊无你走去别位，你就毋免想要扣。其实迄款时代，即款代志是定定会发生啊。但是波阿斯特别交代，恁遮的少年人，恁遮的收割的工人，袂用去做即款代志。咱会当看出波阿斯迄款的尊重。第15节、第16节。15节、16节，波阿斯吩咐少年人讲即个罗德，伊甚至伫咧规捆的中间伫扣，恁嘛着爱拥吻伊哦。已经挂起来绑好啊吼，伊若去按遐去扣袂细，恁嘛着爱拥吻伊。第迄个15节伊煞接安尼讲，嘛着爱伫规捆的中间扣淡薄。放在地呢，通互因扣，毋通甲化东化西，毋通甲化，毋通去共歹。所以你就会当看出来，即个波阿斯迄款的尊重。即个咧提醒咱今仔日到底疼是啥物？特别伫两性的中间，两款的思考，两款的眼光，两款的生命经验拢无共的人，但是上帝互咱三个斗阵，咱要来成全对方。互对方经验着疼，来成全对方，来促成对方的生命会当更较丰富。咱无要做一个贼，无要做一个减掉对方生命元素的人。约翰福音10章10节，主耶稣安怎讲？伊讲贼来是要偷，是要抢，但是我来要互恁得到丰丰富富的活命。咱人三个斗阵，其实咱要经验这个啊。经验迄个疼到底是啥物？迄个疼是啥物？是款，互对方的生命更较丰富、更较开阔。今仔日咱讲咱疼社区，今仔日咱讲咱疼咱的同事，迄个疼毋若干那伫生活中间，咱将有诶分享互伊。迄个疼真要紧，咱足期待，伊会当讲哦，无怪恁是基督徒，对无？至少伊看出咱基督徒啊。过来，迄个疼是啥？你敢无足期待有一天你会当带伊来甲耶稣面前嘛？互伊会当安怎？亲像耶稣伫咧福音约翰福音10章10节讲的，伊来就是要互咱遮四周围的人得到丰丰富富的活命。真正疼是安尼啊！咱嘛会当伫咱的生活中间，伫咱的家庭，伫咱的教会，互咱的四周围的人经验到即款的疼。因为咱甲因三个斗阵，因要发现讲哇，生命得到更较丰富。有当时啊吼。人会有限软弱，互咱敢若亲像贼共款。迄个贼毋是讲咱共偷摕啥，但是迄个贼的意思是讲，咱煞将别人的生命减分去啊，互别人的生命煞减分。吼，有当时啊，咱毋拄好讲一句话，有当时啊，毋拄好做一项代志啊，煞伤害着人，哇，煞互别人的生命煞减分去，迄足无彩。耶稣讲，伊来是要互咱的生命加分。
所以伫咱的生命中间，伫咱的生活中间，咱甲人相甲斗阵，当咱的问讲疼到底是甚物的时阵，就是你要互别人的生命会当加分，互你厝内的人的生命会加分，互你的牵手，互你的囡仔，互你要安怎怎样甲肯定，互你的囡仔的生命会当加分。有当时咱做父母的，毋拄好一句话吼，其实你可能无啥注意，毋过迄对囡仔来讲会减分哦。但是你若常常注意咱家己咧讲什么时阵，迄个话要互咱的囡仔的生命会当加分。迄款的加分，就是耶稣所咧讲的。到底什么是疼？耶稣因为疼来到咱中间啊，伊来就是要互咱会当得到丰丰富富的活命。即款丰丰富富的活命，伫咱的生活中间，毋若咱家己享受到，四周围的人伊嘛会当享受到。特别伫妇女主日的今仔日，我要邀请咱所有兄弟吼，特别爱对咱的姊妹，无论即个姊妹是咱的妈妈、咱的士大人、咱的牵手，还是咱的查某囝，特别爱对咱的姊妹，还有更较大加分的作用。要安怎通过咱，互咱的姊妹，无论是家庭的姊妹，还是咱的教会内面的姊妹，互因的生命会当更较显明上帝的恩典。互因的生命更较会当发挥疼的功效，这都爱对咱兄弟来做起咯。这款的活动是一个真大的功课。咱真侪人拢捌看过这个故事。美国的总统奥巴马即马第5年，踮咧美国的好处就是足侪记者会去甲你去偷听恁的故事吼，然后就做一寡茶余饭后放伫个email 吼，还是放伫个 FB， 咱就看会到。有一天，奥巴马甲伊的太太去一间餐厅食饭，食饭的时阵，奥巴马就甲因太太讲：你有看到这餐厅的头家娘无？奥巴马因太太讲安怎？伊讲迄个头家娘吼，阮读高中的时阵吼，是阮妻啦吼，就我的女朋友啦吼，对无？我读高中的时阵吼，是我的女朋友。但是伊阵啊，伊无爱甲我斗阵。伊迄阵啊，甲我斗阵哦，伊即马就总统夫人安尼。你看讲即款话吼，对因太太偌伤啊！结果吼，奥巴马因太太，咱就记伊讲啥？一个有自信的女性吼，一个有丰富生命的女性。耶稣伫伊的生命中间绝对是加分的。伊安怎甲奥巴马讲？伊讲：你迄阵啊，若甲伊斗阵吼，你即马结果是餐厅的头家，我的先生才是总统。咱斗阵就是要互相丰富对方的生命，特别是当咱诚做兄弟姊妹，佫共款踮伫树林教会的时阵，120周年咱昨开始就活动啊，所以咱3个点仔遮服侍，咱都要看好，要安怎丰富对方的生命你所讲的、你所做的、你所行的，拢会当丰富对方的生命，互对方佫较会当发挥伊的温素。做更较水的服侍，那安尼咱教会要真正做一个疼的教会。迄个疼，毋是互人来感觉真温暖尔，是要互人来经验到真丰盛的活命，同心来祈祷。里面的主疼痛的上帝，阮感谢你，你的疼极大极奥妙，阮领受遐尼多，抑佫无法度完全明白。阮只有恳求圣神的帮助阮，互阮会当对主你所领受迄个丰盛活命的疼以后，阮也会当照圣神的感动来行、来做、来讲，通互阮四周的人，伊也因为阮生命加分，得到丰盛的活命。阮安尼感谢基督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恳求，阿门。